貨多客少，發展商嘅利潤持續受壓。摩通預計今年樓價跌半成，為咗清貨或者要加速減價半成至到1成啊。嗰啲外圍因素咧更加值得關注啦。美國向全球發動關稅戰，息口走勢可能更加難預計。一度升溫嘅樓市，好有可能咧都要打回原形。總結第一季，一手成交有超過3800宗，按季跌咗2成。成交主要集中喺3月，有2200幾宗，多過頭2個月加埋。當中成交最多嘅頭2位都係嚟自新界區嘅剛需盤，包括元朗朗天豐同埋天水圍嘅 YOHO West Parkside，分別錄得432宗同埋312宗。其次先係市區北角嘅皇都同埋九龍城嘅南首，各錄得超過200宗。有見氣氛回暖，發展商都希望把握時機，預料眾多大盤相繼會喺第二季推出。市場預估第二季有15個一手新盤，超過6000伙隨時推出市場。港、九、新界各有5個項目，主要戰場會位於新界同埋九龍。新界區排第一，有超過2800伙推出市場，包括早前曾經上載樓書，但係冇進一步銷售部署嘅上水雲向、西沙嘅 Sierra C 同埋大埔上演3期等等。大部分項目同市中心都有一段嘅距離，預計會係上車地區。當中雲向一房單位更加佔全盤伙數超過一半，預料係上車人士之選。至於九龍區，供應重鎮啟德仍然榜上有名，將會有4個樓盤推出。當中壓軸係成豐道18號嘅1A 期同埋 Victoria Blossom 第1期，主要係1房至3房單位。港島嘅供應雖然最少，但預計都有1300伙應市，主要係柴灣海德園同埋黃竹坑港島南岸5A 期奧臣，合共帶嚟超過1000伙。兩個盤同樣以豪宅定位，主要提供3房單位。供應堆積如山，發展商低價推盤在所難免。市場預計，假如低價效應奏效，第二季有機會扭轉上季嘅跌勢，一手成交突破5000宗嘅水平。咁我相信發展商都唔想話因為太進取去加價，而到令到嗰個一手市場咁快降溫嘅。咁再加上咧，其實個市場個需求咧，其實會陸續釋放緊嘅，因為舊年咧，即係市淡嗰陣時，其實扣起咗好多購買力啊。咁我相信喺第二季咧會繼續釋放嘅嚇，因為第一季咧都係旺咗個3月啫嚇，咁上有好多嘅購買力係會陸續出現。陳海潮相信，當一手開價有所上升，先至能夠令到二手樓價有條件向上。